请进。江总，有什么能帮您的吗？我需要你帮我汇款回中国，以最安全和最便捷的方式。好的，没问题。BCEL 银行能帮我们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老挝对外贸易大众银行 BCEL 是老挝发展最快、实力最强的银行，สบายดี您好，您好，请问你需要办理什么业务？为您提供便捷服务。无论您在外省还是万象，国内还是国外，我们特别推出了老挝到中国和中国到老挝的跨境汇款业务，多个币种任您选择，人民币、美元、泰铢，您可根据需要轻松完成汇款。这是 BCEL 为用户开发的又一款便捷汇款业务，尤其是中国用户，在老挝经商的中国投资者。您可在 BCEL 全国范围内任何网点办理该项跨境汇款业务。BCL ธนาคารการค้าต่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มหาชนเปิดโลกให้กว้างไกลขอบใจที่ใช้บริการ更多详情咨询021-241327或021-213200转210。